前面有座亭子，咱们到前面避避雨，休息休息。 没想到吴三桂这个大汉奸的儿子，居然长得一表人才。二位，赶快离开这里！我家二公子要在这里休息片刻。哼，这位镖头，这亭子又不是你们的私有之物，更何况是我们兄妹先到，你们后来，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哎，石镖头，不得无礼。既然大家都在一个亭子里避雨，那么大家都是有缘人。 这个亭子这么大，我们各站一边就好了。这位兄台，麻烦你也把剑收一下吧。石镖头言语莽撞，我替他向二位赔个不是。二公子，请。 原来这吴二公子是个儒雅书生，那就容易对付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小心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姑娘。 求求你，帮帮我们吧！快起来！我儿媳妇回娘家探亲，路上不小心动了胎气，现在天上又下着雨，前面5里地就是接生婆王婆婆家，你能不能把马车借我用用？那马车不是我的，是这位公子的，您帮帮忙吧！石镖头，要不然把马车给他们，让他们去找接生婆吧。不行，万一这女子要是在半路生产，岂不是弄脏公子的车？ 石镖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区区一辆马车算什么？快去吧！不行，出门的时候老爷吩咐过我，要我务必保证您的安全。可是眼下这二位一看就知道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中人，我不能离开公子半步。石镖头，他们2人一看就是面善之人，况且和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，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这样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万一这娘子要是真在您的车上生产，您可就沾了血光之灾，惹来一世的晦气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我求求你了！你快起来！公子，求求你了！这位镖头，我和我妹妹都是猎户出身，我妹妹的脸只是小时候不慎被熊瞎子给抓伤了，所以才不得已戴着面纱。可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，不然这样吧，我同你一起送着婆媳去找接生婆，只留下我妹妹和你家公子在这亭中。
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？这个办法好。石镖头，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去吧。也好，二公子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好在押送镖车的伙计们随后就到。要是真出什么意外，记得及时发送求援信号。好了，赶紧去吧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的大恩大德。来，快起来。我老太婆无以为报，只有以后多为你烧香祈福了。来，这个您拿着，路上有。谢谢。你跟我走。剩下的兄弟们留心点。慢点啊！慢点啊！何时天会晴？雨后的世界比较安静。听爱情的声音，在思念湖畔回声记忆。轻颤一波，曾经拨弄我的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梦何时才会清醒？醒来之后只想看你的眼睛。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思念无来及今夕何夕？许多的愿还留在天边，心里的白发又平添。过一天一年，多谢公子。姑娘，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，伞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姑娘，请。不知你们兄妹二人是要赶往何处？我们兄妹二人准备前往京城投亲，只是这一路上路途遥远，盗匪众多，不知能否平安到达。不瞒姑娘，我这一车货物啊，也是赶往京城。若你们兄妹二人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路同行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在下吴应奇，家住昆明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我姓叶，双名倩影。叶倩影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来，昨日在雨中，多亏吴公子侠义相助，否则那婆媳二人性命难保。我们兄妹且待那婆媳二人敬吴公子一杯。不必客气，在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哎，石镖头，不如跟我们陪饮一杯。走镖途中，我从不饮酒，不过二公子倒可以开怀畅饮，恕在下难以奉陪。真是尽忠职守啊！带回到家中，我一定替你多多进美言。多谢二公子。二公子，我兄妹二人再敬你一杯，多谢二公子容留我们一同进京。倩影姑娘，你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我们昨日不是共同在雨中救助那产妇吗？还一同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，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！来，干！来，几位客官，赏点钱吧。
给。谢谢客官。几位客官，小女子卖艺不易，赏点钱吧。拿去吧。谢谢这位大爷，谢谢这位大爷。爷，等会儿，爷给你这么多钱，是让你陪爷喝酒的。来，陪爷喝一个。我不会喝酒，我真的不会喝酒。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来，喝一个啊！公子爷，喝吧啊！使不得呀！公子爷，公子爷，公子爷，我这孙女啊，我们就是卖艺，不陪酒啊，把钱还给人家。赏的银两，我们无福受用，您收回吧。我呸！本大爷打的赏，能往回收吗？你个瞎老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但让你的孙女陪酒，晚上我还让她陪我过夜呢。使不得呀！去你的！爷，过来过来，你管他干什么你？过来吧！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哟，这位姑娘，别看蒙着面，仔细一看还挺水灵的嘛！啊，不错不错，正好他还没。石镖头，注意分寸。那不如这样吧，卑职明白。你替他陪大爷玩玩。留着干什么？给我杀！杀！快走！快走！老人家，快起来！那些坏人都已经走了。哎呀，这把琴呢，跟了我50年了，没想到今天毁于一旦了。老人家，您将古琴给我看看，说不定我能修好。公子爷，你会修琴？实不相瞒，在下自幼学琴，所以对于修琴也略懂一些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那有劳您了。老人家，这琴已经修好了。公子不光琴艺高超，修琴的技艺也了得呀！太感谢您了。不敢当，前辈您过奖了。师姐，一会儿行动的时候，我去对付石青红和他的手下。吴应奇看起来好像不会武功，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对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要我们制服了吴应奇，逼他交出永历帝的遗物，就一定能找到1号金钥匙了。然后呢？杀了他。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他虽然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却也是个心地善良的谦谦君子啊。吴应奇必须死。他死了，1号金钥匙也不见了，吴三桂和朝廷之间必定会相互猜疑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太不择手段了？
师姐，不要忘了我们的大业。要做大事，就不能有妇人之仁。我的衣服和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皇上的寝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我放在这儿的衣服跟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反正也用不着了，我就让宫女们都拿去清洗了。别呀，我还得用那条丝巾呢。李公公，你懂的。宜欢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咱家听不懂啊。不过你在进宫之前，你爹爹应该教导过你啊。进到宫之后呢，要少说话，守规矩，你应该明白。李公公，您不会是把我那条丝巾故意拿走的吧？侍寝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能带，这是宫中的规矩，所有人呐都要遵守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都给我精神着点儿，提高警惕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仔细着点儿。哎。是不是？师姐，情况有变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另外一帮人也在暗中行动。他们已经在后院里跟护标的侍卫们打起来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不过他们和我们的目的不同。他们好像只是要劫镖。吴永琪的车队里，除了永历帝的遗物，还有很多送给京城权贵的礼物和云南特产，都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他们就应该是普通的江湖劫匪。如果他们只是劫财，那咱们可以不管。可就怕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永历帝的遗物也劫走了。是啊，眼下的情况，只能我们先出手帮他们推敌。好，你先去那边，我在这边想办法弄醒吴永琪，让他说出永历帝的遗物在哪个车上。好。倩影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吴公子，有一帮盗贼正在劫镖，我哥哥已经去协助拾镖头了。我看你在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担心你有什么意外，所以就赶过来看一下。劫匪人多势众，怕是不能保全所有的财物。不知你那几车货里有什么是需要我们重点保护的？有一车货，万万不能有所闪失。
吴公子，那帮劫匪不仅劫财，还要放火烧了这客栈。我先扶你逃出去吧。好，来。住手！住手！诸位好汉，你们不过是为了求财，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我这几车货物装的全都是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你们尽可以带走。不过我这最后一车货物装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却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你们把这些金银珠宝带走，把这箱给我留下，如何？丞相，二公子，让他们走。钱财不过乃是身外之物，又何必多造杀孽呢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倩影姑娘，我送给你的衣服，可还合你心意？都很好，不仅质地好，做工也很精致，也很合身，有劳公子费心了。那你为何不穿呢？这旅途之中风尘仆仆的，我舍不得。倩影姑娘，擦擦汗吧。停！二公子，什么吩咐？找一个幽静之地，让我们避避暑。等热浪过去之后，我们再走。卑职遵命。瞧，去。我快输了。倩影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连棋也下得这么好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可在乡邻里有很多隐居的奇人异士，他们都很热心，经常会教我们。所以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
还是武功技艺，我们都略会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在这改朝换代之际，总有一些不肯食新君俸禄的前朝高人，宁可隐居山林，传道授业。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，又兼济天下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吴三桂虽然现在权倾天下，但谁不在背后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大汉奸？可是从吴应奇的话里，似乎能听得出来，他对他父亲也有些不满啊。公子，你这话要是被令尊平西王听到了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的确，若是在我父王面前，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是，在姑娘面前，我却可以放下一切，畅所欲言。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。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，一时兴起，献丑了。这首《凤求凰》，我不知弹了多少遍，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。姑娘配合的箫声恰到好处，这首合奏真是痛快，痛快。石将军，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。我家公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只可惜他不会武功。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，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。不过在下是个粗人，戎马一生，不懂音律。哎，叶少侠，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？此曲名为《凤求凰》，乃司马相如所作。相传，他曾经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爱，最终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。是吗？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，竟然如此博学多闻。石将军说笑了，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，只不过临湘有一个私塾先生酷爱古琴，我有幸听他抚过此曲罢了。你们兄妹二人表现不错，这是这个月的大补丸。请大人放心，卑职兄妹一定会竭尽全力报效中堂大人。这个厉贵人伤势如何？他受了重伤，经卑职用心医治，才算保住了性命。不过他失血过多，尚需调养。其实，你不必这么费心地医治这个厉贵人。卑职不太明白。皇上一连3日宣奕欢进殿侍寝，最终也只封了他一个品质极小的答应。随后，皇上一连几日宣厉贵人作陪。用不了多久，这个厉贵人便会再次升迁。像这样一块绊脚石，留着他有何用啊？大人的意思是，厉贵人舒婉心，是山西总兵舒建的独生女儿。这个舒建是索尼一手提拔的亲信，这个索尼素来和老夫不和。好在
几年以后，索尼病老而死，但是他那一派的势力，仍是老夫在这宫中一大阻碍，所以老夫认为，说什么也不能让舒剑的女儿受宠。那这次丽贵人遇刺，自然是老夫安排的。这2个宫中的内线，武功虽然不高，但是对付一个弱女子，应该是绰绰有余。结果还是失手了。听内线汇报，说这个丽贵人表面上惊慌失措，其实却是成功的避开了要害，好像会武功。这个丽贵人出身于武将世家，会些简单的功夫，也未尝不可能。所以要找一个更好的办法，要不露痕迹的解决掉这块绊脚石。你是一个聪明人，用不着老夫再教你怎么做了吧？大人的意思是，要卑职借着治伤的时候下毒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卑职只怕性命不保啊！你尽管去做，有老夫在，自会保你周全的。卑职遵命。好多了。真是奇怪，丽贵人已经遇刺好几天了，可是这皇上只派人过来慰问过2次，自己却从来没有亲自过来看望她。这皇上不是很宠爱丽贵人的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宠又不是爱。皇上年少风流，后宫嫔妃众多，他不会把我真的放在心上的。就算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，但鳌拜居然敢勾结内侍，行刺后宫的嫔妃，这对于他的君王权威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衅，所以康熙绝对不能容忍。他不来见你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我虽然入宫不久，也没能见过康熙，但我能感觉到，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皇帝。大师兄，还是让小师妹尽快去找龙三吧，告诉龙三，鳌拜就是行刺我的幕后主使，试探一下康熙的反应。自从龙三知道欢妹之前对康熙说的都是些谎话之后，龙三似乎就生气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连欢妹给他发出的约会信号，他也都是置之不理。也许不是龙三置之不理，而是他正奉了康熙的命令，在忙着调查我遇刺一案。我看，还是让小师妹主动去联系他吧。这是挑起康熙和鳌拜争斗的绝好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好，我听龙三说过，他经常在御书房当差，我让欢妹去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。哎，站住！看你这身打扮，你应该是个答应啊？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，跑到这御书房来了？哎，你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啊，我想起你来了，原来你也是侍卫，在御书房当差啊？龙三呢？我要见龙三。你是？你忘了我了？大概3个月前吧。当时刑部正押着一群要犯，去菜市口斩首，咱们碰到了。当时你跟龙三在一起，想起来了吗？哎，小孩儿，哎，干嘛呢你啊？是你？我呀？哎，你是个女的，还进宫当了个答应。龙三呢？龙三？难道你不知道龙三他是？我知道啊，龙三他不是御前侍卫吗？在御书房当差。哦，他是这么跟你说的。我明白了。龙三他今天不在，你身为答应，也是后宫中的人，没有宣诏呢，不得随便来到御书房，以免惊了圣驾。现在皇上啊，马上就要退朝来御书房了，啊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哦，龙三也不在，走就走嘛，皇上哪那么容易就惊了圣驾呀？
快快快！你见了皇上，为什么不跪呀？你是皇上。哎，李公公，这个小答应他可是……嘘，这皇家的事啊，别问，也别管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是皇上还是龙三啊？嘘，我不是皇上，我是龙三。那外面的人为什么称呼你为皇上，还给你跪下了？我真的不是皇上，我只是长相和声音都酷似皇上，所以啊，被皇上选做替身了。你是皇上的替身？对呀，我只是皇上的替身。我们这大清啊，虽说入关数十余年，可是根基还未稳，这皇上又还年少，刚刚亲政不久。不管是那些签名余孽，还是那些妄想谋朝篡位的权臣，都有暗杀皇上的企图。就拿这个鳌拜来说，连顾命大臣苏克萨哈都敢杀，还勾结内侍给皇上下毒。所以啊，皇上时常让我扮成他的样子。我就说嘛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可能是皇上呢？你要是皇上的话，怎么可能半夜三更的去御膳房偷东西呢？还跟我结拜兄弟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所以皇上3日侍寝不肯让我看他的样子，一直戴着面具，就是怕我发现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了，为什么你在宫里面打听不到侍卫龙三这个人？因为我不是普通的侍卫，我不站班啊，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出来替皇上一下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是皇上的替身，那也就得替皇上挨刀子了。我身为臣子，当然要效命于皇上了。再说了，皇上待我不薄，我也是心甘情愿替他卖命。龙小弟，你太可怜了。你说你当皇上的替身，皇上对你好，说白了就是让你去给他卖命。哼，从古至今，所有的皇帝都一个样，自私自利，全都是冷血无耻之徒。老大，你就别当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，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？哎，你今儿怎么想起跑这御书房来找我了？还说呢，几天都不理我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重要的事情？这皇上一听说丽妃遇刺，就怀疑过鳌拜，没想到真的是他。可不是嘛，这个鳌拜勾结内侍，行刺嫔妃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，把皇上都不放在眼里。老大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鳌拜把持朝政多年，这朝廷上下、宫中内外全都是他的势力。皇上暗中派人查探了几天，也没有抓住他半点把柄。那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眼下还不是跟鳌拜翻脸的时候，所以只能当做暂不知情了。这个鳌拜贼心不死，还逼着我哥哥要去刺杀厉贵人。你务必跟你哥哥说一下，千万不要听命于鳌拜。皇上已经在暗中想办法铲除鳌拜了，所以要拜托你哥哥多跟鳌拜周旋一段时间了。哎，放心吧，我哥哥啊肯定不会助纣为虐的。不过你说这个小皇帝他的计划可行吗？会不会很危险啊？老大，这皇上呀，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风流好色之徒。他呀虽然年少，但是有勇有谋，也算是一代明君吧。龙小弟啊，你就是天生当奴才的命啊！我说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替你那个皇上主子说话呢，他能有什么很高明的策划呀？按照我的想法，他呀就是不把你的命当命，关键时刻让你去给他当替死鬼，知道吗？老大，你就别当着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，你这不是为难我的吗？行，
我就是因为把你当兄弟，所以我跟你说话才不避讳。既然你不想让我这样说的话，那以后去捡好听的假的话跟你说呗。好了，我这气量没那么小，气会连一个小姑娘的口无遮拦都容不下。我知道，你之所以骂皇上，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，对吧？当然了，龙小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的亲人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。你听我的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什么你的皇上、你的主子去卖命，关键时刻你得记得保护好你自己，千万别于衷，知道吗？好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可以悄悄地把皇上的计划告诉你。你把皇上的计划告诉我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不怕我卖了你啊？在这皇宫里边，除了皇上和太皇太后，你就是我最相信的人了。谁让你的心思最为单纯的？李德福，送欢答应回永和宫。这。没想到，康熙如此谨慎，在宫里竟然备下了自己的替身。在我们入宫计划方案中，第一步是拿到铜匣，第二步就是刺杀康熙。我们一定要周密计划，务必要分清楚谁是替身，谁是真正的康熙，确保一击成功。这就需要小师妹多想想办法了，查清楚龙三的行踪，什么时候会去假扮康熙，又如何区分二人的差别。其实也没什么可难的，至少在临幸后宫嫔妃的康熙，不可能是替身。到时候拿到了铜匣，他再召你侍寝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六师傅，此计虽然可以暗杀成功，但忽略了倾城师妹的安危，恐非上策。有大师兄的担心，再危险也值得了。这行刺康熙的行动是下一步计划，还早着呢。我们还是现在想一想接下来的行动。康熙居然会派几个会摔跤的小子去擒拿鳌拜，这个计划比我们未来行刺的计划更加冒险。不如我把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告诉鳌拜，鳌拜岂会坐以待毙？到时候他们君臣内斗，无论谁赢谁输，我们都可以坐收渔利。什么？康熙在暗中训练几个小太监、小侍卫摔跤，想借着摔跤的游戏擒拿老夫。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？他已经开始怀疑行刺厉贵人的幕后主使就是中堂大人，所以加强了对厉贵人的保护，卑职想尽办法也无从下手。这康熙少年老成，若是他真的想拿下老夫，那他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。更何况，老夫乃大清第一勇士，这康熙岂会指望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就能拿得下老夫呢？这种计划太过儿戏了。说不定他们是想钓鱼吧，想让老夫主动上钩。若是老夫先动手，那就中了他们的计了，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下诏拿下老夫了。中堂大人思虑周密，卑职佩服。不过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若是皇上单独召见中堂大人，大人小心防备为好。老夫这大清第一勇士可不是浪得虚名，又怎会怕他那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呢？更何况老夫在宫中埋伏下了不少的心腹死士。若是康熙小儿真的敢冒险与老夫翻脸，那老夫定会让他后悔莫及。皇上，欢答应到了。
奕欢，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嘿，是你呀，龙小弟！哎呦，你小气的，你给我装什么皇上啊？这皇上跟龙三竟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怎么知道在你面前的是龙三，不是皇上呀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啊，皇上啊，那3日侍寝，虽然把灯光调得很暗，而且还戴了个面具，但是我可以看他的眼睛啊，他的眼神跟你完全不一样。你的眼神呢，温柔体贴，他不是。皇上看你的眼神很冷漠疏远吗？也不是。他看我的眼神有一种猎人看猎物的感觉。哎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那种感觉就很奇怪，就是觉得他不是什么正经皇帝。要不是你们俩眼神不一样啊，我还真认不出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叫我来干嘛？我这次叫你过来呢，是想跟你道个别。道别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要擒拿鳌拜的计划吗？今天就是计划展开的日子。皇上已经宣召鳌拜单独来御书房觐见，所以我要亲自动手，和那些训练已久的侍卫和太监们一起擒拿鳌拜。什么？你要亲自跟鳌拜动手？鳌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，你亲自动手你就死定了。鳌拜一日不出，皇上就无法真正亲政。而且鳌拜手握军权，皇上也不敢下旨捉拿鳌拜。但是鳌拜此人呢，自是武功甚高，性格极为孤傲，他绝对想不到皇上会找几个摔跤手在宫里边要擒拿他，这样出其不意，反倒有可能成功。而且皇上还安排了李公公在茶里边下了一些药，鳌拜喝了以后就会内力尽失。李公公？皇上让李公公来协助你？对啊，李公公从小就进宫了，侍奉过太祖皇帝和先皇，深得太皇太后的宠幸。可是那个李公公……怎么了？算了，没事了。龙小弟，你别那么傻，你别替皇上去卖命，你肯定会死的，你别去了，行不行？所以啊，特意让你过来，跟你道个别。毕竟我活到这么大，你是跟我关系最特殊的人。这一世，我可能只能做你的龙小弟，是你的结拜兄弟。可是来世，我希望做你的青梅竹马。老大，你怎么哭了？我们2个是结拜兄弟，说好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你要是去送死了，就凭我这3脚猫的功夫，根本救不了你。那如果你死了，那我也得去死啊！我还不想死呢，我还有很多美食没有吃呢，我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完成呢。那你就别陪我去死了，让我自己一个人死就好了。反正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你，顶多变成厉鬼来缠着你。呸！你明知道人家心里特别着急，你还说这样的话。老大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啊！这个计划，它又不一定会失败，也许就成功了呢。道完别了，你先回永和宫，等消息吧。龙小弟，只能这样了吗？没有什么更改的可能吗？只有过了这一关，皇上才是一条龙，要不然的话，他只是一条虫。那你等我一下。你要干嘛？哎，不许进来啊！我没让你进来，你不许进来。哎，不许进来。老大，你好了没有啊？
你再不出来，鳌拜可就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马上。老大，我进去了啊。老大，你好了没有？老大，你不会真是以为我要赴死了就要以身相许了吧？呸呸呸呸呸！你怎么变得跟那个小色皇帝一样了？真是近墨者黑。喏，给你的，这个是金蚕背心，鳌拜给我的，据说可以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反正我留着也没用，给你穿吧，你还能保护着你自己。好香啊！老大，这上面还有你的体香和体温呢。你干嘛用那种色眯眯的眼神看着我呀？你这样很猥琐，知道吗？你赶紧穿上吧，这之前我贴身穿的，反正我用不上，你穿上以后还可以护住你的要害呢。既然是你穿过的衣服，那我当然要穿了，要不然你替我穿。你这说的什么鬼话呀？我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哎，老大，我是你老大，你是我小弟，所以你得听我的，知道吗？不能死。是，遵命。六师傅，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如箭在弦，一触即发。依您看，结果会如何？这很难说呀。康熙少年老成，而且又有太皇太后和一帮效忠爱新觉罗的老臣撑腰，而鳌拜又老谋深算，在朝廷中也树大根深，这两虎相争，谁赢谁输，还真的挺难预料的。不管是谁赢谁输，对于咱们整个联盟来说，都是有利无弊。咱们不妨坐山观虎斗。薛姐姐，一欢，怎么了？薛姐姐，六师傅，快点去救人！出什么事了？你要救谁啊？救龙三。龙三怎么了？今天康熙要在御书房擒拿鳌拜，但他自己不敢去，却让龙三扮成他的样子，带那些小侍卫、小太监去抓鳌拜。而且，他还让李公公在鳌拜喝茶的水里放药。可是李公公是鳌拜的人啊，他肯定把这些计划都告诉鳌拜了。环妹，你犯糊涂了吧？就让康熙跟鳌拜去内斗好了，你急什么？如果真的是康熙的话，我不可能着急。可是去的是我的兄弟龙三啊，我们是拜过把子的兄弟，如果他死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你和那龙三结拜，本来就是闹着玩的。你还当真了？朱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认认真真的结拜，怎么是闹着玩？这龙三平时对我这么好，如果我见死不救的话，那太不像话了。可如果为了救一个龙三，我们几个都出手的话，这样太危险了，我们很容易暴露自己。环妹，你对龙三真的只是结拜之情吗？朱哥哥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胡思乱想？大师兄。小师妹虽然任性顽皮，但是她还是很有是非原则的。她对那个龙三一定只是结拜之情。还是薛姐姐了解我，没错，我不想欠人情，我更不想欠人一条命。一欢，你可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，你是大明郡主，是未来大明太子妃。那你现在的什么龙三结拜大哥的身份，跟这个身份比起来，根本就是不值一提。更何况龙三又不是为了你去死。他为的是他的皇帝主子，可是，好，那我们就不去帮助龙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龙三败了，康熙也就败了。康熙一旦败了，这个鳌拜就会发动政变，让他自己当皇上。鳌拜这个人生性残暴，如果他当了皇上了，比康熙更难对付。而且那个时候，薛姐姐你怎么办啊？可是我们换个法子，我们协助龙三，帮助了康熙，打败了鳌拜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了康熙的绝对信任，到时候你们就有机会进宝库去找铜匣了。
奴才参见皇上。免礼，赐座。谢皇上。此茶。这。王少保，这些茶都是今年新摘的龙井，是昨个浙江巡抚刚刚送进宫的，你不妨多品一品，看看比之安徽的银毫如何？奴才是个粗人，什么茶到了嘴里都是一个味儿。皇上宣召奴才，有何事垂询啊？王少保，你不妨先看看这些奏折。你笑什么？皇上，奴才笑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大臣们翻来覆去，陈词滥调，哎，也没说换一个新的花样。这上面还有许多奏折，你不妨都看看。不必了，想来左右仍不过是些什么擅权自专了、欺君罔上了、结党营私、诛戮大臣。你说这些，哎，全是些子虚乌有之事。鳌拜，你皇上，这数十位联名上书的大臣，分明就是在构陷奴才，这是在离间你我的君臣之义，这简直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。奴才恳请皇上下旨，让奴才把这些乱臣贼子一一捉拿。你凭什么说这些弹劾你的奏折都是构陷之词？皇上，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奏折，究竟是什么性质？那仅仅是在皇上的一念之间。现在就看皇上是相信要弹劾奴才的这些大臣们，还是要相信奴才了。鳌拜，你当着朕的面撕毁奏折，言语无状，在你的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吗？这奴才的性情一向是如此，皇上忘了，皇上经常夸奴才性情憨厚耿直，怎么到了今天就说奴才是言语无状了呢？奴才自辅政以来，哪天没有要弹劾奴才的奏折？皇上和太皇太后一向是看都不看就直接给了奴才，怎么到了今天，皇上就拿这些奏折来斥责奴才了呢？这么看来，不是奴才的眼里没有了皇上，而是皇上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奴才了。到了现在，你还在强词夺理，丝毫没有悔改反省之心，真是让朕心寒呐！好了，皇上，你也不必处心积虑地挑奴才的刺儿了。皇上现在无非是翅膀硬了，想独揽大权，嫌奴才碍眼了。还是老话说得好，鸟进弓藏，兔死狗烹。皇上要如何发落奴才，就请直言吧。好，鳌拜，朕知你辅佐三朝，劳苦功高，朕看你不如安心找一个地方颐养天年吧。皇上真是体恤奴才啊，奴才真是感激涕零啊。但是皇上，你不要忘了，奴才是先皇遗命的辅政大臣，担负着协助皇上处理朝政的职责。现在皇上身边奸臣环伺，奴才尚未清君侧，
又如何敢颐养天年呢？鳌拜，想不到你还是如此执迷不悟，真是有负先皇深恩，枉费朕的一片苦心。按理说，我们站在康熙这边，得到的利益会更大一些。可是现在我觉得，鳌拜获胜的可能性会更大。如果我们站错了队，那我们将会前功尽弃。那我们再等等吧，看情况，再随机应变。不能再等了，朱哥哥，你都不知道，龙三的武功还没有我强呢。鳌拜一只手直接把他掐死了。欢妹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当然要权衡一下。好，那你们权衡吧，我等不了了，我得去救我的龙小弟了。哎，欢妹，一欢对这个龙三有点过于担心了。大师兄，我觉得小师妹说的不无道理。眼下就是一场豪赌，我们把赌注押给康熙，对我们似乎更有利。我等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得去救他。哎，太子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不能去。无论康熙和鳌拜谁胜谁负，你我都不能暴露身份。可是鳌拜号称大清第一勇士，我担心大师兄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放心，太子自有分寸。如果情形不对，他一定会及时发出求救信号，到时候我们再见机行事。玄烨呀，玄烨，没想到你如此小瞧我鳌拜，像你这般狂妄无知，又怎守得住我大清的江山呢？好，那老夫就先送你去见先帝，再另立新君吧。李德福，朕让你准备的东西，你备好了吗？回皇上，奴才岂敢抗旨？奴才确实在茶里下了内力散，奴才也不知道为何会失去效果呀。玄烨，老夫早就知道你要对老夫下手，还能不事先做些准备吗？告诉你，在来之前，老夫就预先服下了能解百毒的辟邪丹了。快起来！只要抓住了鳌拜，官升3级，赏金1000两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吧，送死吧！皇上，你这是想和老夫比试比试武功吗？我说你平时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？
没事吧？易欢，你疯了吗？你这个月的大补丸不想要了吗？义父，对不起了，请恕干女儿要大义灭亲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哥哥和你都服下了老夫的大补丸。我告诉你，一旦毒发，你们会死得苦不堪言。鳌拜，咱们来做个交易吧，你放了皇上，我也求皇上放了你，怎么样？老夫真是看走了眼了。老夫原本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，没想到你这般幼稚。站住，鳌拜！你已经中了我的7步之岛，如果你现在强行运功的话，你在7步之内就会毒发身亡。鬼丫头，你以为老夫会上你的当吗？就算老夫中了7步刀，也会在7步之内一样先毙了你们的命，让你们为老夫陪葬的。小弟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没事，慢点。没事，还好有你的金层背心。拦住他们，我去救皇上。你去吧。丫头，你把老夫的金蚕背心也给了皇上，看来你对皇上是动了真心了。只可惜，就算是皇上穿了金蚕背心，老夫也一样要他的命。鳌拜，你果然与众不同啊！别人中了我的7步倒，只能走7步，没有想到你追了我们这么多步才倒，厉害啊！朱哥哥，简青，快杀了这个小皇帝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就是大功一件。老夫就会把你们兄妹2人的大补丸的解药给你们，还会升你为太医院的院判。快，杀了他！朱哥哥，好，你可别糊涂啊！中堂大人，你忘了，我是易欢的哥哥，当然要帮自己的妹妹。你们这大补丸的解药都不想要了吗？中堂大人，你又忘了，我是大夫，大补丸的解药我会解出来的。老大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居然受伤了。哎，你疯了！
你撕龙袍是杀头之罪，是我的。好。哎，等等，皇上，奴才这儿有手绢啊。好些了吗？嗯。鳌拜，你别不服气，没想到你这个人，不仅有勇无谋，还有眼无珠。站在你面前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皇上，他是皇上的替身龙三。你说他是龙三？护驾，护驾！这边快！启禀皇上，情况果然如您所料，这宫中藏着数十个鳌拜的手下，奴才按照您的吩咐早有准备，才顺利的将他们拿下。好，擒下鳌拜。这，来人，拿下鳌拜。这，他真是皇上？对，这就是当今皇上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丫头，你白长了一双大眼睛，中看不中用。你可知这玄烨在先皇的皇子中排行老3？龙三的名字，是他平时出宫微服私访时的化名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他要不是真正的皇上，何来的这等的气象啊？你真的是皇上？3日侍寝的时候，为什么朕要戴着面具？朕跟你说话的时候也是破绽百出，可是你都没有发现。朕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。华妹，赶紧下跪！你这个骗子！皇上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放开！你就是个混蛋，你就是个无赖！你吃了寻衅豹子胆了！你不仅敢打朕，还骂朕是骗子无赖！你本来就是骗子，本来就是无赖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够砍你100次头了？砍吧，反正现在鳌拜已经被你制服了，留着我这个猪脑袋也没什么用了。好，你不怕死是吧？那你哥哥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打了朕，要被诛9族的？好啊，你先是利用我，现在利用完了对吧？我没有价值了，你就知道欺负我，砍我的头，还要诛我9族，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？伤口这么深，你还乱动？你等一下，朕马上让你哥哥过来给你止血。现在都要砍我和哥哥的头了，还止血干什么？朕难道不该砍你的头吗？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，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朕，就算朕的皇阿玛在世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动过朕的一根手指头。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？你跟我说你不是皇上，你是龙三，我是你的老大。那小弟做错事了，老大教训一下怎么了？那要你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朕的错了。没错，就是你的错，谁让你骗我了？不过龙小弟，你不会真的要砍我跟我哥哥的头吧？你说呢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朕，朕要是不惩罚你一下的话，还怎么君临天下呀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刚刚是谁冒死帮你跟鳌拜拼命的？刚刚你确实挺勇敢的。朕原本以为你就算真的担心朕，但也只会躲得远远的。我现在真是后悔了，早知道我就应该让鳌拜把你大卸8块的。朕要是被大卸8块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忘了你跟朕结拜过？你还说我被你玩得团团转，你现在很得意很开心是不是？那你不也一样吗？啊，老骗我这个那个的，现在知道自己牛皮吹大了。
我从小生在穷山村里面，我以为皇上都是那种威严的，哪成想是你这种泼皮无赖样。我怎么就泼皮无赖了？那你还一直女扮男装欺骗朕呢？啊？那反正你踢朕挨了一刀，又给了朕一巴掌，这事扯平了。不过，龙小，皇上，是不是以后我得跟他们一样，毕恭毕敬的叫你皇上了？那当然了，在外人面前，朕只能是皇上，你就不能胡闹。只不过，私底下，你如果还愿意叫朕龙小弟的话，朕会很开心的。是不是疼死了？所统，奴才在。朕封你为国史院大学士。奴才谢主隆恩。还有你的那些属下，护驾有功，全部每人晋升1级，赏白银1000两。谢皇上，奴才遵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就。李建清，臣在。朕封你为太医院副院判，赏黄金100两。皇上，臣之医术还不够格担任太医院副院判一职，若是勉强忝居高位，于臣也未见有益。臣护驾乃是臣分内之事，不求封赏，只求当好一名御医。你年纪轻轻就能淡泊名利，很好。不过既然是你救了朕，那就是为朕立下了大功，朕也得赏罚分明啊。你要是不愿意升职的话，那朕就赐你一件黄马褂，准你有急事的时候，可以直接穿着黄马褂进宫见朕。多谢皇上。桓大爷，奴婢在。你为了帮朕铲除鳌拜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鳌拜的身边，还识破了鳌拜要给朕下毒的阴谋，为朕擒下鳌拜立下了首功，可谓是有胆有识、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出来，朕都会遂你的愿。皇上，奴婢只有2件事想请求皇上。这第一件事，想让皇上撤去奴婢的答应之位。朕本来就要准备取消你答应的封位，封你为嫔，让你做一宫之主。皇上误会了，奴婢不是嫌答应的封位太小，而是奴婢只想做一个小小的宫女。为什么？因为奴婢的满8旗身份是鳌拜帮我伪造的，之前为了迷惑鳌拜，所以皇上给奴婢封了一个答应之位。可是现在鳌拜已经就擒了呀，所以奴婢也没有必要再假意的做皇上的后宫嫔妃了。这有什么的？朕早就想过了，找一个8旗的宗亲认你做义女，赏你们李家一个满8旗的身份就是了。其实这跟几旗也没什么关系。最主要的是，奴婢年少的时候家里给奴婢定了亲，虽然奴婢的未婚夫前几年外出游学，暂时失去了联系，但是婚约还是在的，所以奴婢没有办法侍奉皇上。你的意思是，将来有可能还是要出宫，去跟你的未婚夫完婚？这大清朝跟历代历朝都是一样的，推崇信义为先，这婚约自然也要遵守，所以奴婢就不能侍奉皇上，希望皇上成全。你既然不愿意做朕的嫔妃，那朕也就不强求你。你毕竟是立下了大功，朕也不会让你做一个普通的宫女。这样吧，朕就留你在御书房，做朕的笔墨侍书。等将来你的未婚夫有了消息，朕就让你出宫去和他完婚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这个笔墨侍书，以前宫里是没这个职位的，
而是朕特意为你而设。你既不是后宫嫔妃，也就不适合住在东西12宫中的任何一宫之中。这样，让人在后宫之中找一处幽静的住所，赐名永乐斋，暂时拨给你住。谢皇上恩典。那你的第2个要求呢？我第2个要求很简单，奴婢知道皇宫里有一个宝库，里面有好多奇珍异宝，奴婢想进去转一转。你还真是个小孩心性。好，朕准你了，准你去宝库逛一逛，顺便挑拣自己喜欢的宝贝，就当是朕给你的赏赐。多谢皇上恩典。